您返老还童。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，讲道题目是好球挥棒，好球挥棒。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礼拜大家都开学也开工了，你遇到好球了吗？有挥棒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你除了拯救我们，主啊，你也愿意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你的话，你的话每一句都会应验。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工作，在这世上学习，在这世上每一个地方，主，我们愿意成为光，成为盐。但是主，我们心中仍然有时候会害怕软弱，我们甚至会挫折。主啊，你都知道，你也在乎我们。主啊，你也有权柄，你能改变一切。主，我们更愿意从你的话语得着那真理，使我们真得着自由。谢谢你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圣手也扶持。今天你要透过诗篇，大卫的诗篇，主，恳求你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听了明白，而且行出来有勇气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想如果知道棒球的人，不打棒球在台湾不打棒球也听过啊。我们不打，但我们也看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2好3坏2out斗，对不对哈？我阿公都讲这样 out斗这样子哈。这是什么时刻？关键时刻吗？哈！当你站在人生的这个打击区的时候，下一个球这么关键，会是好球吗？你要不要挥棒？有可能是好球，但是你会挥棒落空。你可能打不到，你可能打得不好，可能变成野外球，还是有可能根本就坏球，你就等在那边被保送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每一个选择都会很关键，特别在过年后第1个礼拜，我们开始开学，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神特别透过大卫的诗，这个诗是他历经的人生，跟我们一样，有高低起伏，有喜乐哀惧，他也有他的害怕，甚至他有他的好奇，也因着他的好奇，因着他的肉体的情欲，他也得罪神。所以他知道每一次在那关键的时刻，就像你今天，我今天站在那关键2好3坏的时刻，很重要的是我的心啊。如果我们的心是慌乱的，我们的心是没有把握的，我们的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甚至我们心里是恐惧的，那么会让我们的心盲的，我们的眼睛会瞎了，我们看不清楚事情，甚至我们看的事情是被扭曲的。今天大卫他更多的强调我的心啊，他跟他的心来呼喊，所以我们的心要预备好，我们的心是要来感谢的。我的心啊，要来赞美这位神，我的心啊，不可以忘记，不可以忘记，不可以忘记有一位神，有一位我曾经经历的。当我越多的感谢赞美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过去神怎么样在我生命中那关键的时刻。每次我们感谢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我们是怎么走到如今的。如果是没有神，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坐在这里，我们可能躺着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今天的诗，今天大卫再次的用这首感谢赞美的诗，想起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实在是有人有神来带领我们。
剑桥大学圣玛利亚的教堂内就有2个祷告殿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什么 think， 还有什么 think。这个教堂里面这2个祷告殿，就是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不断的感谢，我们要不断的思想，我们不断思想，我们就不断的感谢。一个感谢的人，就会想起神在他身上作为，他就会有更多的感谢，他更多的感谢，他就更想起神是怎么样的上帝，他就更有能力，他更有勇气。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你觉得确定吗？我们看到，自从我们过年的期间，全世界经济哒哒哒哒哒，你有听到吗？全世界的经济大响那个警戒，你觉得你的未来会害怕吗？我们对未来，神的儿女是无所畏惧的，你有这个把握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未来无所畏惧吗？好像没什么把握。我们对未来无所畏惧，除非我们忘记了神，我们忘记了神曾经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靠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上帝，除非我们忘记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呀，我们越多的想起神是怎么样的上帝，我们越多的想起纪念起，我们越多来赞美，我们就越多的把握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有一个把握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无所畏惧。诗人今天提醒我们说，上帝有多么美好，要透过赞美我们来赞美这位上帝。所以今天的这一首诗只有前5节，就告诉我们有5重的祝福，5重的恩惠。这恩惠让我们每一次去思考，每一次去赞美的时候，更让我们从心里面被激起跟被激励。神把他一切的恩惠一点一滴，一丝一毫的来在我们生命中来堆叠跟建造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第一个恩惠就是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神和好，没有神的拯救，我们就像什么，在这世上奔劳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努力，我们不断的拿着我们的水桶，我们去世上去奔跑，去积水，去拿水，我们不断的去取水，我们觉得很重，我们好努力，我们得着了，我们拿起来了，水是满满的，但是为什么每次水起来的时候都变轻的？因为我们的桶子是什么桶？不是铁桶，我们的桶是什么桶？是竹篮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你用竹篮子去提水，结果是什么？当然是水都漏光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世上努力，我们就是不要提那个竹篮子。竹篮子让我们提的时候很重，但是一出了水面，所有的都漏光。但是我们这一位神，他让我们的生命不是竹篮子，不是很多破洞，乃是金金的，不只是铁桶，更多是金的桶。因为神赦免我们一切罪，使我们的生命没有了这个破洞。我们的破洞哪里来的？是从我们的罪孽来的。这个图说明了大卫他曾经经历他人生中从最高潮已经做王，他好不容易哦，真的好不容易。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，好不容易神就已经拣选他，但是好不容易才到撒母耳下当了王，而且打败了当时最强的强敌。就在他人生最高潮的时候，有一天睡到傍晚才起来，下午才起来，可见他的人生这个已经这个跟神的关系没那么好了。他就是这个可能晚上很晚睡，但是呢下午才起来，起来以后往下一看，哇，好美丽的小姐在那里。
那个小姐是谁呀？拔示巴。拔示巴一问之下，哎呀，已经结婚了，是他大将的妻子。可是大卫他心中怎样？不只有罪，还罪虐。你罪虐是怎样？不是无心之过哦，罪虐是他想尽办法要去得到他知道神不喜欢的。因为我们刚刚读了，不可奸淫啊，他已经是人的妻。他不止这样，他还想办法让这个妻子的先生，他的大将差遣他去最危险的地方，而且跟其他人讲，把他带到最强的敌人那边，然后你们全部都撤退，让这个拔示巴的先生，也就他手下的爱将，就死在那里。哈哈哈，就是如他的所愿呐。人得罪了神，神不知道吗？神是参透万事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或坐或站，我们心里想的，神都知道。我们内心有许多波动，我们再怎么努力，都会所得来都会从这些波动掉出去。但神有怜悯，最大的恩惠，第一重的恩惠，就是神有赦罪之恩。当大卫从先知那边知道说，我犯罪了，我醒悟过来，我得罪神了，他就求神来赦免他。所以在诗篇里面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相信神会赦免我们，我们就是有福的。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，神要赦免我们，使我们重新再来。所以当我们努力了一切的一切，若是没有赦免，你其他一切都不能成立，都是零。像我女儿的名字一样，她叫什么？陈以琳。你任何的努力乘以零都是什么？零。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神来赦免，我们再多的努力乘以零都是多少？零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，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，神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饱足，我们的努力不只是可以留存，神还加添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就要领受这些祝福，这是第一重的祝福。神赦免我们，而且他来医治我们。我们来读这个很宝贵的这句话好吗？来，请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是什么意思呢？赦免刚才传道已经讲了，使我们的怎样生命有破洞的得以怎样被赦免，有一个新的。洗净呢，意思就是什么？恢复。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恢复神的标准，哎呀，很可惜，我这个碗这么好，但是呢，神的水来这边，又掉了，又掉了，很可惜，我们那个没有符合神的标准。我们要符合神的标准，神要恢复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神赦免我们，他要医治我们，他要恢复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使我们的生命被恢复，使我们站在那个两好球三坏球的时候，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我的心可以安定，我的心可以仰望神，我的心不会用过去我扭曲的生命去决定，这决定可能就偏离神。我的心会安定，我就知道我是要来依靠谁。我记得在2012年，我7月要受派之前，我6月学校就开始有一些这个面谈，我心里也在面对我人生走到两好三坏的时候，我要派到哪里去？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要派到这里，所以我现在回想，我就感谢神啊。当那时候我其实是心里有时候想，主啊，我要选什么？我要选哪一个？就在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一起去这个，我家人一起陪我去这个士林有三宝那个餐厅叫什么？宝真的三宝，因为那很好吃又很便宜，我们就要进去的时候，叫我们的时候，我正好看到蹲在那里，戴个鸭舌帽，抬头看我们，但是他脸很忧愁。我心里想，我认识的人。今天在教会才看到他，
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打招呼，因为我们有位置，他没有位置，他还蹲在那里，我们就点下头。在那个礼拜，你打开的电视，我们不断的被一件事情困扰。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讲那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个时候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49台到56台全部在骂一个人，骂谁？骂财政部长，因为那时候财政部长说要课什么？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好强啊！有在关心啊，哈。那财政部长怎样？要被这个很临时下台，所以那时候就要遴选一个很临时被启用的财政部长，非常临时。我知道原来蹲在那一个人戴着鸭舌帽，他只跟我们点个头，他眉毛深锁，原来他跟我一样站在人生关键的时刻，人生良好三坏球2懊斗，因为我们过去有太多挫折，我们过去有许多我们懊悔的。在1个礼拜以后，我知道原来他跟我一样，怎么样子的需要主的带领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张生和。他是跟我同教会，他跟我一样，有时候会蹲在那里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。当他被询问可不可以来接，很临时接这个财政部长时候，他心中他这样说，他戒慎恐惧，因为已经退休的他又要被找回来，何必呀？如果你要吗？叫你再回去那个打击区，你要吗？他可以好好的退休，跟他的太太是国中的老师，可以好好的退休过退休生活。我还要再来接这个烫手山芋吗？他这样说。那一晚，他祷告到凌晨4点。神用一句话，历代志下20章17节说：“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惶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会这么困难？因为他在45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财政部什么署的署长的时候，他现在已经60几岁，67的样子。他需要靠安眠药，他才有办法睡觉。那时候他对黑夜是非常害怕的，因为他要工作压力大，他没有办法睡觉。这样他还要回去接这个位置吗？要不要接？当他得着神的应许，以及他回想起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，他就说 yes， 我来接，因为不是我，乃是我的神来接。当他在就任的那一天，他的同事，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传简讯告诉他，祷孤人不孤，也就是我们都是你的支持，都是你的代祷者。他真实再一次经历到历代志上18章21节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与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他心中就非常的笃定，说主啊，为你出征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那个打击区正在考虑重要的事情吗？神与我们同去，不是我们可以迎战，是我们的神可以迎战。阿们吗？我们是算什么？我们可以跟谁迎战呢？但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。神怎么说啊？在申命记怎么说啊？敌人从一条路来攻击我，但是我的神要让他们这些敌人怎样？从7条路逃走啊！亲爱弟兄姐妹，世界情况这么还没有
新春我们就大地震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，今年我们要迎接什么？不是我们迎接，我们有主与我们一起来迎接。不要恐惧，我们好不好来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？请，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惶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与我们好不好？好，请。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惶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张胜和弟兄当了财政部长以后，现在居然不用安眠药所以神就恢复这样的福分。他所相信的上帝跟我们是同一位哦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安心来依靠这位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。我们便得了医治，因为耶稣已经被挂在木头、石头这个十字架上。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，并能够在义上活。因他先帮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便要得医治，而且是全人身心灵要得着医治。不只是这样，他就把我们脱离死亡。不是我们去征战，我们记得张胜和是神与他来征战。当他觉得很害怕很恐惧的时候，他就耐心来等候神。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言，请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步稳当。记得张胜和弟兄他这样做见证，他说他第一天交接的时候，就任第一天交接只有1个小时，交接以后没有人像他一样马上被派到哪里去？前方去，哪里？立法院被质询，从早上质询到天黑，几个小时？10个小时。被质询10个小时，被钉得满头包，钉到墙壁上了，而且是这个姿势。他说，他回忆说，他感谢神，回想的时候，他说，没有靠着盼望与救恩，他没有办法度过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有被钉到满头包的时候吗？还钉在墙壁10个小时我们如果有神的盼望跟救恩，我们就可以度过，甚至他会就把我们脱离那个死亡。张胜和弟兄他这样做见证说，在他的任内，他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要这个提出富人加税、有钱的人加税这个政策。他知道很多人跟他讲说你只要提出来，你就会被怎样拉下台，因为没有一个这个财政部长敢讲这件事。你知道神多么的奇妙，怎么样来救白他呢？就在那一年的2月提出来的时候，3月马上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花的运动，什么？是太阳花不是就更乱吗？但是张胜和弟兄那时候心里有个把握，说主让他清楚知道说，神自己要带领这个法案，让他这个方案他是为主而做，他不担心。你知道吗？居然是因为太阳花运动使这个法案躺在那里太久，而立法委员们觉得心里愧疚所以当他重新在这个开会的时候，居然这个案件，这个加税富人加税的案是第1个顺位，而且一致通过。第1顺位一致通过，我们的神是第1的神，阿们吗？他成为第1个加税不被骂的，甚至我们知道他成为一个亚太地区最优良的什么财务部部长。这是台湾的这个部长第1个
上了这个国际的这个荣耀，这个荣耀是归给神。所以他常常讲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啊。事能够成，不在人，不在张胜和弟兄，不在你跟我，事成在于谁？神。我们只要不要忘记有这位神，他是要来救拔我们的，他已经复活，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，而且要坐在天上。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跟神来 argue 啊，主啊，我不要赞美你了啦，你让我在这里有够苦啊。诗人曾经这样讲啊，曾经怎么讲？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啊，你就是上主啊。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啊？所以你要救我啊！你要救我，不然才有人跟你称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需要你跟我的称谢了。你用这样要挟神，神没有关系啦。神也不是因为你要挟他，他才要救你脱离死亡，不是，他本来就要救你，他要救你，而且要救你到底，要救我们，救我们到底。我们只要不要忘记神就好了。我们若忘记神，我们前面的光景你就会害怕。我们前面不用害怕，除非我们忘记神。是他不但救我们，他还要提升我们。他用仁爱慈悲成为我们的什么？冠冕。我们每个人头上都可以有个冠冕，我们都是神的宝贝的公主跟王子。我们都成为神好的这个祭司，我们都成为神的国民，他成为我们的父。好，那在我们生命中，神一为我们死，我们也跟他一起同复活。我们也要跟他在我们生命中，只要有他成为我们的王，我们在这世上的工作，神就要来负责。我们记得以斯帖吗？以斯帖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姐哈。在这个波斯的时候，那时候波斯王很大，他才把一个皇后的废除以后，他再次说：“哎，美丽的都来选进宫来。”这个犹大人呢，其实不是波斯国的人，他等于是异教的，选进了以斯帖，当了这个皇后，继任的皇后。末底改是犹大的人，当这个他们那时候的这个算是这个宰相呢，这个。想要设计害这个所有的犹大人，然后他们用一个条例想要灭这个主。这个末底改是以斯帖的这个义父，就是养他的人。当他们痛苦说啊，我们快要被灭，我们被设计啊，我们呢这个主整个也快要被灭了。这个末底改呢，就是以斯帖的义父，就托人进皇宫问以斯帖说：“你赶快出声，你赶快出声。”他说什么？你都不出声，你莫想，你不要想，在王宫里会强过一切犹大人。你也是，你以为你可以免过吗？此时你若不开口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要灭亡。言之啊，你得了王位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在关键时刻吗？你在两好三坏的时刻吗？你像张胜和弟兄一样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干嘛还去淌那个浑水？你现在正在关键选择吗？你现在觉得怎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别人？我怎么衰爆了？你是在这个时候吗？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言之你现在在这个位分上，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言之你今天坐在这里，言之你今天成为家庭的家长也好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部长，我们成为家长可以吧？言之你得了今天的位分，你有了所有，不是就为了现在吗？现在你要出声，现在你或许不出声，或许应该要做什么？你要回应神，神呼召你，呼召我，我们要起来，跟神同工。你不要以为
这是什么？从别处得着解脱。这个时代，如果你不起来，这个时代，我们的教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，这个时代你不起来，现在你的位分就为了这个时候，你不起来，我不要了，我没有能力，我不行啊，我时间上不行啊，我工作我已经很烦了，我不行。可以，你可以退休，但神从别处兴起人，使这世代解脱，跟你没有分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现在是什么光景？你岂不是为了现在还留在迦南教会？你没有逃跑，就是这个时刻啊！如果你不跟神同工，抱歉，跟你没有分了。神要从别处愿意来回应他的人同工，神的教会不会倒，神的教会仍然要在这世代成为社区的盼望，好不好？我们起来，在我们教会这个时刻，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回应神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，没有别人，既然我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我。神就说：好吧，就用你。不然神说什么？必从别处，必从别人，必从兴起愿意的人，使这个教会再兴起。那时候你就没有份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来回应神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神既然会呼应我们，你不用担心，神供应一切，使那美物不只是让我们吃饱而已、穿好而已，还美物、美好的东西，使我们可以得着知足，以致如因返老还童。意思就是说，传到53岁啊，看起来还18岁安尼啦，同款有力啦，咁好，咱赶快为着主，为了主回应神，不用担心。神给我们冠冕，神拯救我们，神给我们冠冕，神还供应我们，以致我们还能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？每次在那个重要在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称谢进入神的门，用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我们不断的感谢神的名，因为神的名大有能力，我们的心就会怎样？活络起来，我们的心就有能力起来，我们的心就被满足起来，我们的心就再次被激动起来。站在大街区，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做3件事情就好。感谢、感恩，主啊，这是你做在我身上。我思想你过去你怎么恩待我，我思想在属灵的前辈怎么恩待，我们就来起来敬拜。我们就能3全其美，我们自己的心被开阔，我们看的事情是看到真实，不是扭曲的。我们看到的是盼望，看到神是祝福未来，甚至我们看到那个影响力的关键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了策略，我们可以洞察到那未来别人没有办法洞察的。好吧，我们就起来感恩、思想、敬拜。今天下午有敬拜研习营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感恩，就是来参加敬拜团嘛，就是起来敬拜嘛。这些话语、这些旋律，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激起我们、激动我们的，使我们不会再软弱。这个牧师是美国的一位牧师，他是一个布道家，他生命中做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生命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困难。这个困难就是他的太太有一天跟他说：我要离婚，而且他带着他的小孩要跟别人一起另组一个家庭。对一个牧师来讲，这是一个何等伤痛的事，他心里真的很难过，但是他也阻止不了。在美国的地方，
可以主张我要离婚，我要走。当他的小孩跟他太太走的时候，他心中有很大的懊悔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要离婚，但是我的小孩，我先生我的太太跟带着我的小孩走。主啊，我有什么价值？”神不断的鼓励他。在这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人家告诉他，当他要去应聘一些教会当牧者的时候，人家就会拿单子来看，啊，离婚你还能站讲台吗？他人生在那低潮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开车，开到那个山谷，就像他的生命正好在那个谷底的时候，有一个旋律在他脑中，因为他不断开车，不断祷告，不断祷告神，有一个旋律就显出那个旋律的音乐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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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哎，这个旋律好像可以激起他。啦啦啦啦啦，哎，越来越清楚这个旋律，好清楚啊！他心得着安慰。过去这几十年，他一直笼罩在他被遗弃、被离婚，他连自我的形象都低落。可是这个旋律响起，他心得着安慰，更是让他去思想起这一位爱他的上帝。于是他赶快回家，把这个旋律记起来，填上了在他过去几十年他所领受的。他这样写，他说：“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”我喜欢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常常成为我在低潮中使我去思想，特别是在他的经历中，让很多人得着安慰。虽然这一位牧者到50岁都还没有再结婚，因为他觉得圣经教导不能再结婚，他也没有，他只有专心依靠神。直到他51岁的时候，他的前妻在一个场意外的车祸过世之后，他才开始他人生第二春。神预备一位很好的女孩子成为牧师娘，他继续走人生的道路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站在打击区2好3坏2出局吗？透过感谢、思想、敬拜，我们可以分辨好球或坏球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回棒？要不要回棒？要不要回棒？要！好球才回棒哦，坏球不要，坏球就等着哈，等着保送就好哈。回棒以后，我们必然怎样？领受神的恩典。感谢主，神要带领我们轰出满贯的全垒打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，这个牧师所写安慰很多人的这一首诗歌。我不知明天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主活。我不知明天的阳光，一明天我不知道。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心主的应许。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之前
许多时候难掉你自己，有时他不能利用，让我自是掌管明天，我也知紧紧握手。每一步追逐月光明，相盼的忘情自己，每重担为了追寻着，只能为你曾经经，在哪里阳光的不照，不再有泪流满面，在美丽彩虹的尽头，中山的雨中边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知道，但我自是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，我不知不知明天将如何，我早已评估时辰，但那位看顾马之子，他比人也看顾我，他是我有土的良伴，让他归各样窄行，我救主必与我同在，他宝血把我遮盖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知道，但我自是掌管明天，我也是深深握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道邀请你，给自己30秒的时间，在打击区安静，思想起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以及你现在所面对明天可能会面对的困难。我们将自己交托在主面前。应允必与我们同在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过去每一个时刻，我们每一个呼吸之间，你都保护保守。主，你也呼召我们如今在这个位分上，岂不是主你让我们活着的目的？岂不是主你要我们与你同工？岂不是主你要
使我们得着你那里来的永恒的冠冕。主，我们会害怕，主，我们会有过去的挫折，主，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不能过去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都交在你手中。谢谢你有权柄，你有全能，使我们重新再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回去，要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。主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面对，乃是主你与我们一起。谢谢你在我们不确定的明天，你已经掌权。我们可确信，可喜乐。我们有恩典的是主，你必在我们的未来里。谢谢你，我们要一起用主你的教导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主上帝